不能这样龟壳。不是这样。对呀。哎呦，博士，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，我可以。可是快倒了，我帮你啊！你不要，你拿好。哎呀，哦，还好，哦，还好跌倒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没事，我有事啊，好痛哦！我就跟你说，你平常要小心一点。我小心是你的海跟马雷啦。海马雷，没错，海就是鞋子，马雷就是袜子，海马雷。我们一起念一遍哦，鞋子，海，袜子，慢的，懂喽。哦，博士，你为什么要拿那么多海跟马雷啊？哦，其实啊，我想要找一双很好穿的海，这样我去爬山的时候就可以穿啊。爬山真的需要一双好穿又不会滑的海耶。就像我觉得蜘蛛的海就很厉害哦，它都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哎。亮亮，跟你说，蜘蛛它厉害的不是它的海，而是它制造的陷阱。夜里飞的蚊子，夜里飞的蚊子。哎，等，我们是苍蝇呢，又不是蚊子，你唱错了啦。哎呦，哥哥，我们是苍蝇，又没有出我们的主题曲。哦，说的好像也对吼。不过你不觉得今天很无聊吗？都没有什么好玩的或是好吃的。对啊，今天真的很无聊哎。啦啦啦啦。哎，哥哥，你看那里好像很好玩呢，我们赶快一起去跳舞，快点！哎，等，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嗨，两位你们好啊，要不要来这边跟我一起玩呢？要，快点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陷阱哦。会吗？哎呦，这里怎么可能是陷阱嘛？你看我这里跳过来，跳回去，转圈圈都没事啊！快来！哥哥很好玩啊，快点走了！怎么那么黏，哥？救我！弟，就跟你说是陷阱。蜘蛛在织网的时候，横的线都是有粘性的，直的线没有粘性，所以当蜘蛛在移动的时候它们的脚只会踩在直的线上，不会被粘住的。那会不会有蜘蛛这样走一走，然后不小心啪啦滑倒，然后就被这些网子给粘住了？不会的，蜘蛛的脚如果要踩在横的线上那它的脚上就会有身上油性的分泌物，就算踩在横的线上也是不会被粘住的。哦，所以蜘蛛的脚不是防滑，是防粘。没错。好厉害哦！博士，你刚刚说进来要找一双海啊，你要找什么海啊？对哦，我想要找一双白色的海。白色的海最好没有鞋带，用粘的，好方便。博士，你说的该不会是？哦，阿弟，你这双海刚刚好，走的，借我。我只有这一双海。试穿看看博士穿看看。试试看走的。好啦。哇，刚刚好